南投县的国姓乡有一个新的观光景点，叫做桥上云天立条园区。讲这个连外道路真细条，游览车无法度驶到园区的门口。讲乡长已经找到一条新的连外道路，希望县政府补助拓宽，带动观光。 南投国姓乡新的观光景点是真热门，不过游览车无法度直接驶到园区的门口，电园就向县府要争取开新路。变成游客要走下去啊，杯米家我们卖东西他也提不上来，那变成小农下去卖东西的效益就不大。要是车辆比较容易到达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整理一个区域，让我们的小农也可以在这里卖东西。目前已经找到一条新的连外道路，需要编列预算做拓宽的工程，而且卖规划农特产的展售区。中央也有答应。 就停车场的这一个部分可以搭配下去施设，带动点线面的这个轴线的观光。虽然今年的预算已经被附加入，不过县长答应明年度会当用追加的方式来推动计划。那总经费就是3840万。我们这个呢，在明年度的预算里头，我们会用追加的。那希望呢，也得到议会的一个支持。期待未来计划会当顺利来推动，促进地方的经济繁荣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